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19号，公元2017年8月1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首届俄罗斯与西藏佛教学者间的对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印度现代时报的专访。司政罗萨桑格表示，西藏的生态环境处于危险之中，中国需改变其环境政策。司政罗萨桑格抵达澳洲，展开访问行程。达赖喇嘛尊者、司政和议会议长分别向印度新任副总统致函祝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7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在新德里泰姬陵酒店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与西藏佛教学者间的对话活动。这一为期5天的对话活动是从8月5号开始的。尊者达赖喇嘛出席了第3天的对话活动，并向与会的学者们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我们目睹了人类间频频发生的流血事件已经成为平淡之事，对此感到非常的悲哀，还有贫富差距。因此尊者强调，我们必须在人性方面要进行慎重的思考。尊者表示，20世纪是最为暴力的一个时代，现在我们必须教育年轻人，抛开如宗教信仰、种姓和肤色等方面的差异，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及人类一体性等理念来推动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此外，本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印度现代时报编辑乔杜里的专访。乔杜里先生向尊者提出，中共当局派遣大量军队到西藏和印度的边境，以及当今世界的困扰与古印度智慧的相关性等问题。尊者对记者表示，我所说的古代智慧，就是关注人的内心及情绪在内心的作用，影响到思维。思维逻辑能够让我们分析现实问题。另外，这与当今世界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缺乏远见所导致的。尊者指，当我们要解决所面临的危机时，使用暴力手段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暴力与人类的本性慈悲是大相径庭的。尊者表示，中共一直强调社会稳定，但是他们使用的手段却让恐惧上升。有了恐惧，信任就不会存在；没有了信任，就不能期待建立一个和谐与稳定的社会。So without trust, how can develop harmony and peace, stability? 在问到有关边境问题时，尊者强调，中印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两国必须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紧接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本周一在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处于危险之中，中国必须改变其有缺陷的环境政策》为主题的文章。司政罗萨桑格在文章中写道，面对西藏环境的脆弱性，中国政府必须考虑造成西藏环境危机的各种因素。急速城市化，大量中国人移民西藏，对西藏神山矿产不经评估审核的滥采，以及西藏河流上的水电项目。司政指，鉴于这些项目工程，藏人不仅被剥夺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无法从这些项目中获益。文章强调，任何西藏的发展，其真正受益者必须是藏人。中国所承担的任何项目都必须具备环境可持续性，要尊重西藏的传统文化，并且使当地的藏人从经济上获益。司政罗萨桑格还强调，西藏面临着2个关键问题，分别为西藏政治的未来与西藏环境的未来。
而在两者之中，后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此外，本月4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前往澳洲，对悉尼、坎培拉及墨尔本3大城市展开了一系列的访问行程。8月5号，司政罗萨桑格抵达澳洲悉尼，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澳代表处拉巴措果先生和当地藏人等300多位民众的热情迎接。当天，司政罗萨桑格首先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澳洲区总理约翰多德在内的30多位法律专家间展开了对话。司政罗萨桑格就西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为尽快解决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藏人行政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秉持着由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藏汉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等方面做了介绍。随后，司政前往新州政府及联合教会旗下的出埃及基金会，同该基金会主席、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牧师比尔克鲁斯进行了会晤。下午，司政则前往悉尼歌剧院，在那展开了他的首次演说《21世纪的西藏：挑战与机遇》。司政当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指出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局势，并支持以中间道路政策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8月7号，司政罗萨桑格抵达首都坎贝拉，出席了在当地唐朝酒店内同部分中国名誉人士和学者间展开的交流互动。在这场交流活动中，司政罗萨桑格向与会的华人学者们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西藏与唐、明、清等不同朝代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并与大唐帝国以同等地位先后制定和平条约，但是中共编写的历史却与事实不相符等情况。司政罗萨桑格当时也谈到了对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期待。8月8号，司政罗萨桑格接受了坎贝拉 ABC 广播电台的采访。在此之前，司政还在若拉地区同当地的流亡藏人进行了会晤。与此同时，本月6号，印度选举团体投票选出该国副总统，由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带领的国家民主联盟提名，原为莫迪政府国会事务兼城市发展部部长的纳伊杜先生，以516票顺利击败了由反对党提名获244票的圣雄甘地之孙前外交官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达赖喇嘛尊者向纳伊杜先生致函，祝贺他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印度副总统。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表示：“我对拥有丰富文化且具有传统爱与慈悲的印度这个国家很感兴趣。尽管印度人口众多，而且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也是多元化。”但是印度社会仍然非常稳定，因为这个国家不论在传统宗教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在以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从而使印度成为世界的典范。尊者表示，无论我走到哪里，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多元化并以和谐万邦成为模范之国而感到自豪。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也致函祝贺纳伊杜先生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印度副总统。司政罗萨桑格在信函中表示，印度副总统也是国会下议院主席。随着下议院在立法领域越来越多地凸显其权威，特别是在执政最后3年里，副总统的角色显得格外重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致函，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向纳伊杜先生表达祝福。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